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條影片。今日我哋會用視覺化嘅方式嚟理解 Q-Learning 入面嘅 Q-Table 概念。首先嚟認識一下我哋嘅環境，叫做 Line World。呢度有5個格仔，由0號到4號。綠色係起點，金色係目標。Agent 可以向左或者向右行，每行一步會扣0.01分，到達目標就可以攞到1分獎勵。睇住佢點樣由起點行到終點。咁咩係 Q-Table 呢？佢係一個查詢表，記錄住喺每一個 state 做每一個 action，預期可以攞到幾多種 reward。你睇到一開始所有值都係0，因為 agent 仲未學過任何嘢，所以對每個動作嘅價值一無所知。呢5行就係 Q-Learning 嘅核心更新公式，取自程式碼第85到89行。我哋逐行嚟睇。第一行揾出下一個 state 嘅最高 Q value。第二行記低而家嘅 Q value 估計值，然後用公式計算更新後嘅新值。呢個就係完整嘅更新公式。我哋逐個元素嚟解釋。Old Q 就係呢個 state action 配對而家嘅 Q value 估計值，我哋之後會改進佢。Reward 係即時獎勵，到達目標加1分，其他情況扣0.01分。Gamma 係折扣因子，數值越高代表越重視未來嘅獎勵。0.95即係未來 reward 值而家嘅95%。Best next 係下一個 state 可以攞到嘅最高 Q value，代表我哋對最佳未來嘅估計。Alpha 係學習速率，0.1代表每次只更新10%，保留90%嘅舊值。Reward 加 Gamma 乘 Best next 就係 target，即係根據經驗，我哋認為呢個 Q value 應該係幾多。target 減 Old Q 就係 TD error，即係時間差分誤差，可以理解為我哋嘅估計同實際有幾大差距，亦叫做驚喜值。乘以 Alpha 就係更新步長，確保每次只做謹慎嘅修正，只走10%嘅路。最後將舊嘅估計值加上更新步長，就得到新嘅 Q value。成個過程就係將舊嘅估計值稍微推向 target。我哋用實際數字嚟示範。假設 agent 喺 state 3向右行，到達目標。舊嘅 Q value 係0，reward 加1分。Best next 係0，target 係1，TD error 係1，更新步長0.1，所以新嘅 Q value 變成0.1。agent 學識咗喺 state 3向右行係有價值嘅。而家我哋用3個 episode 嚟示範，逐步追蹤每個變數嘅變化。左邊係環境，右邊係 Q-Table。第一個 episode，agent 由起點出發，每一步都向右行。留意所有 Q value 一開始都係0。
第二個 episode， 留意 best next 開始用到上一個 episode 學到嘅值 reward 嘅價值開始向後傳播。第三個 episode， 價值繼續向後傳播到更早嘅 state。觀察到 reward 嘅價值從高逐步向後傳播，呢個就係 temporal difference learning 嘅核心概念。而家模擬500個 episode 嘅訓練過程，觀察 Q values 點樣慢慢收斂。訓練完成之後，每個 state 入面 right 嘅 Q value 都係最高，呢個代表向右行永遠係最佳選擇。經過訓練之後 ，agent 學識咗最佳策略，喺每一個 state 揀 Q value 最高嘅 action。agent 總係向右行，用最短嘅路徑到達目標。多謝收睇，希望你對 Q table 有更深嘅理解。